咁火代表乜嘢呢？喺風水裏面，九運對應離卦，離為火，為太陽，為光明，為文明。所有具有火特質嘅事物都將迎來爆發。具體嚟講，一、科技與虛擬 AI、元宇宙、量子計算，呢啲虛擬之火將徹底改變生活。二、能源與環保，太陽能、電動車，呢個係實體之火嘅清潔應用。三、文化與美學，內容創作、個人品牌、美學經濟，呢個係文明之火嘅燃燒。四、心靈產業，人們喺高速發展底下，更需要內心平靜。心理學、命理諮詢將會更普及。離卦亦代表中女，即中年女性。未來20年，成熟、獨立、有智慧嘅女性將喺社會各個舞台上大放異彩，成為領導者同消費主力。同時，健康方面要特別注意眼睛同心臟。